我有这单了，俺来送啊！俺没这那有，但是我这几个人没这干子。对，没这中午多了，得够的。我干嘛？航班咋了？没对你了，爹呢？没这能了，也是航班咋了？天天航班咋？航班咋了？就是送起去，航机掉吧？过得我过，他这个呢？妈的，说俺没这干子，主要个人多呢，干这几个就干这吧，俺他最稀的是那种么的呢？搁来的。我就没记得，这不是你养老的，你这边俺那来就没这么多，这不就说哎，这不拿了俺的就没，这个没俺把子就没记得不。我牙齿就姐，他这里你们看就在那我们家里那么重，他光打东阳等个啦。哦，快吧。体育场。啊，有，你没这干啥用？啊，有。快吧，这体育场是巧会。还会，体育场我知道。我去。我得接的。你他不出去。体育场来是。这给你打耳朵呢？你给你打，你说体育场不见吧？你这光我怎么呢？打的。叫好呢？俺都把俺带的。可是人家我这叫，这过去干咱们那里，这东西是你这牛的呗？当然俺咱我，当然你打起。但俺这在我们就干这么做，俺那别笑。他自干的，你们什么自己？俺家这我要叫。那给来那么多呢？他这到过了，我们你咋对了那个？俺说我们休息不用少钱的，我们你说是特别少的。你退把几下？那这个哈，我们你说是俺说让手机来当用，我手机就得不能。有。你是得开玩的嘞哈？那么久了的。没法的了，他唱不起也是你走完了。没法的了，他唱不起也是你走完了。我要走。